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闻奇详。今天是2025年的冬至哦，先祝大家冬至快乐，吃了汤圆人团圆。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蛮尖锐的话题，是从一篇社论来的。他问说，为什么这么多客家人自己却不说客家话了？这背后是不是藏着一个我们很多人都没注意到的文化悲剧呢？这篇社论一开始就用了一个我觉得超贴切的比喻。他说，想象一下，有个送报生，每天都很认真的送报纸，可是他自己从来没打开来看过。他每天经手这么多资讯，但对里面的内容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你看这个比喻是不是马上就点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会不会也变成了自己文化的送报生？我们身上贴着这个文化的标签，但我们真的去了解它，去使用它了吗？好，这就带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部分了，一场看不见的悲剧。来聊聊这个，明明身在其中，却又好像跟自己无关的矛盾。这个情况真的就是一种很深的断裂感。你看很多人他明明是在客家家庭长大的，也住在客家庄，你问他100%会说对，我是客家人。但是重点来了，他却不说，甚至是不敢说客家话。这个认同跟实际的语言使用完全是两回事。而且这真的不是在吓唬人哦。这个情况有多严重？严重到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都已经正式把台湾的客家语列为濒危语言了。你想想看，这就是一个全球级的警讯啊。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重点，也是一个最常听到的理由，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借口，那就是礼貌。你一定听过这句话哦。哎呀，我怕别人听不懂啦。哇，听起来是不是超级体贴、超有礼貌的，对吧？可是这篇社论的作者就直说了，他觉得这根本就是一种逃避，甚至是在贬低自己的母语。就是因为这种心态，才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想想看，在什么地方应该最常听到客家话？像是客家文化园区，对不对？结果你实际去走一趟，会发现大家平常聊天主要的语言竟然还是华语。客家话变成什么？变成一种摆出来给你看的文化标本，而不是大家拿来日常沟通的工具了。那难道就只能这样吗？有没有别的可能？好，我们接下来第三个部分就来看看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什么叫做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出来的自信？社论里就举了一个超鲜明的对比哦。你看，一边是客语使用者，心里总是先想我还是讲华语好了，这样大家才听得懂。但你看另一边讲台语的朋友，他们在菜市场、在媒体上，甚至在议会这种很正式的场合，都很自然的就用自己的母语在沟通。这边要特别说明一下哦，作者不是要去比较哪个文化比较强势，他要谈的是一种叫做语言自信的东西，就是那种我讲我的母语是天经地义的，是很自然的一种权利跟态度。所以作者就丢出了一个很犀利的问题，也让我们好好想一想，如果我们学外语可以学得下下叫，结果回过头来讲自己的母语，却讲得坑坑巴巴、支支吾吾的，那这到底是代表我们很聪明、很国际化，还是在别人眼里根本就是个笑话？好，讲到这里，我们就要来谈谈整个问题最核心的部分了，也就是第4点，语言它就是文化的根。我们真的要有个概念，就是一个活的语言是什么样子。它绝对不是放在博物馆里用玻璃柜装起来的文化标本哦。语言的生命力100%就是来自于它有没有被说出来，有没有在每天的生活中被大家使用。所以作者才会下一个这么重的结论。他说，语言是文化的根，你根都没了，
那所谓的客家认同，不管你喊得多大声，到头来也只是一个空壳子而已。而且作者点出一个很关键的区别。他说，今天客语会面临危机，最大的问题可能已经不是来自于外面有谁在打压你，而是来自我们自己人，来自于我们每一次都选择了保持沉默。那讲了这么多，到底该怎么办？好，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部分。作者认为，这不是一个已经注定的悲剧，而是一个我们现在就可以做的选择。到底要沉默，还是要开口？社论给了我们一条很清楚的路。你看，第一步就是开口说，不管在哪里，家里、公司、社区，逮到机会就说。第二，拜托不要怕自己说的不好，不够流利，重点是你愿意开口，这个动作本身比你说的多完美还重要。再来，第三，去鼓励你身边的人，大家一起来营造一个讲客语很自然、很舒服的环境。你看，扭转这一切的力量，其实就在我们自己手上啊。最后，作者给出了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警告。他说，当我们那种尊重别人语言的想法，做得太过头的时候，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变成对自己母语的一种羞辱。他用了一个很重的词，他说，这就是真正的文化自残。所以这就带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有一天这个语言真的消失了，到时候我们能怪谁？这个问题我想就留给我们每一个人去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角色跟责任了。好，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出去哦。我们下次再会。